呢間 Q 市應有盡有，但係買個量。所有日常用品應有盡有，連錶都有得賣。包括電話、電視、電器、日常用品，乜嘢都有。衫褲鞋襪，價錢貴唔貴？見仁見智。好多車仔啊！新秀麗旅行喼，一 set 3套。349.9。花都有得賣，仙級市場賣鮮花。29.9。電腦都有得賣，電腦、電話，乜嘢都有得賣。碌卜都有，6999啊，特價。應有盡有，手錶、手錶、戒指，乜嘢都有。諗到諗唔到嘅嘢都有得賣。因為今日係星期五，你睇4季衣服都有得賣。你睇後邊深到不得了，又大間。買定冬天衫，遲2個月會落雪。旅行用品，大人細路一樣嚟買。預備萬聖節，又嚟買禮物嘅地 ，OK 㗎。凍肉、肉類一樣咁多人買，應有盡有。呢啲係最少份嘅，豬肺，你睇下，人哋去超市係咁樣買法嘅。次次都咁樣買法，有得試食。喺呢度買嘢係咁樣，係好正常嘅。超級市場。連浴缸都有得賣，唔包安裝，6條9。
9999.9毫9。住咧約話可以去背日。